北港有一个画家谢心山，专门咧画电影扛棒，画到今年70多岁了。虽然拼袂过数位化的潮流，但是也是坚持开班教课，就是不爱甲现代的科技来妥协。今仔一个看见台湾国宝老师傅。 大笔一个画，审判真灵的片仔，甲目睭虽有灵魂，秘书是要将电影内面秘密拢甲你讲共款。虽然电影早就无咧播啊，也毋过为电影看榜的师傅谢心山议员时常家己咧练习，一双骹手和电影名称的画布顶面有够灵活。虽然大部分拢是依照海报的画，无真侪创作的空间，也毋过嘛无遐好画。这一种叫做模仿画，跟一般的艺术画、抽象画不一样，一定要像。 所以五官都不能跑走，那个线条、轮廓都要很准。那我在桃园大庙后呢，那时候是满街都是电影院嘛，就好像台北的西门町一样。然后我去看人家挂招牌、挂电影看板，所以我想说，以后我这个看板是我画的，那多好。 一个念头，一个梦，都是一世人为了家厝内斗趁钱，无读什么册，就去学师啊。现在这旧相片，想到细汉的时，都画图的点点滴滴，秘书这脏的代志尔。晚上自己骑脚踏车回去，碰到那个寒风细雨，像毛雨这样，有时候旁边的树呢就嘶叫呢，旁边都无人，都吓到哭出来。 一月就要60档，功夫愈来愈好，也毋过戏院煞愈来愈少。刚好那时年代是一家一家歇业，刚好景气不好嘛。那电脑出来了，那一些老师傅都歇业的歇业，退休的退休了。家在有电影院的头家都爱这味，保留了手画电影看板和这项好手艺艺术团。伊佫讲，画查甫的查某无共款，有美感。相片的皱纹越多的话，我们喜欢画越立体。像诸葛亮他本身他的眼尾这边皱纹很多，那我们就照他这样画起来，这边肉都会有立体感。那女孩子就是要画萌萌的，画萌萌的是这样，她的脸是润润的，是这样，画法不一样。就敢若天然的共款，画到好皮肤幼咪咪、白泡泡，无人是要学画看卖，结果随试随知影。 最久的是待1个礼拜就走了，最快的1天就走了，因为他们说这个很难，不好学。虽然师也歹找，也无伊无想要甲机器妥协，就算退休，嘛打算一直甲画落去，要保留这份特殊的手工的水。